食饭食到饱，人生才快活。欢迎收听开讲广告拢会通，卫生卫甲爆米香的爆米香来卫生。大家好，我是阿苏。今仔日咱的爆米香呢，邀请了一个真特别的嘉宾哦，就是阿苏我的阿母。先来甲大家小绍介一下，阮阿母是外省第二代，阿苏我嘛算是即马的外省第三代。大家嘛知影，咱台湾呢是一个融合了经济、文化甲族群的所在，所以呢，借着今仔日的即个机会，想要来甲大家做一个算讲是分享。亲像阮阿母即款的外省第二代，伫因的成长环境内底，还佫有语言环境内底咧，譬如讲食食、语言等等，敢有啥物是较无共款的咧？好，阿母你会使讲话啊？哦，我会使讲话吼。嘿，大家好吼，我是阿苏的阿母，我姓刘，真歹势，今仔日吼声音吼收声吼，闭声，大家多多包涵吼。我姓刘，我的名吼，因为较歹念，因为阮外省的吼第二代，名较歹念，所以伫细汉时阵吼，厝边隔壁拢是台湾人，所以拢甲我叫一个简称、简单的称呼，或做阿朱啦，阿朱啊，嘿，阿朱啦，所以讲甲我的本名吼完全是无关联。无关系，甲叫阿朱，我嘛毋知为虾米，这就是我的由来。阮兜吼，出世，阮兜是屏东市啦，来自屏东市啦，所咱屏东人咧。屏东人我知影，遐有足侪外省人啊，嘛有足侪眷村啊。你细汉是住伫倒位啊？因为阿公吼是为迄个大陆来台湾嘛。大陆的四川。咱的迄个阿公是伫大陆的四川成都市，因为民国38年的时阵，甲军队来到台湾，听阿公讲，因来到台湾的时阵，伊个伫北部坐火车，坐到毋知要去倒位，因为一个人来到台湾嘛，教部队，迄阵部队嘛是算讲。真乱嘛，伊个坐火车，个坐到毋知要倒，上尾一站，就是啥？就是伫屏东，袂当上尾一站不得不下车嘛，个落来。已经无所在会通去。对，个落来了后，个伫屏东，迄阵个部队，咱胜利新村迄阵啊。毋过是安怎无住眷村呢？因为阿公真早就结婚啦。结婚了后呢，伊早就是拢是听讲阿公的阿公啦，有阿公一个迄个最后一封家书，就是讲爱安怎呢？安怎？因为在大陆听讲转袂去啊，包倒转去嘛，甲阿公最后一封家书，几字，阿公有讲传宗接代，嘿。这家书就是传重宗点是讲接代，因为甲先讲转袂去，无都不容易回去。互伊安尼会期待互伊讲你伫台湾家己爱好传宗接代，因为咱以早的人吼，对这种传宗接代真重视，所以讲，就接到伊的家书，会记甲阮讲就是阿公叫伊爱注意讲。家己伫遮好生活，传宗接代，所以阵伊甲阿嬷结婚的时阵，结了婚，个孙个一直生囡仔，传宗接代。囡仔生济，伫屏东做军人吼，薪水无够，无法度饲囝，所以讲阿公尾仔就提早退休，退休家己做生意，因为囡仔伤济，即个囡仔也要食，迄个囡仔也要食，所以讲无法度，迄个军人的迄个薪水无够，生活较艰苦安尼。根本就无够，7个囡仔你是要安怎饲咧？所以呢，伊个出来家己先摕落来做生意，所以当时阿公细汉时阵无住伫眷村，是因为眷村是军人较会当住的，迄薪水无够饲囝饲儿啦。所以讲，咱个迄阵阿公甲阿嬷个出来做生意。细汉时阵若是无住伫眷村，那安尼是要住伫倒位咧？
个后白细厝啊，后白个是算讲，因你无伫眷村，迄是军人较会当有诶，迄个宿舍嘛，算是福利啊。算福利是因那个眷村嘛，咱既然毋是军人啊，因为伊有提早退休嘛，摕来做生理了，因当时是生活靠伫细厝，细厝尾仔阿公有到迄个糖厂，屏东糖厂上班。屏东糖厂上班，有名的就是屏东的糖厂。对。安尼是毋是趁较济安尼？其实嘛无趁较济啦，迄个是一个固定薪水。毋过伊有宿舍，最咱阁会当住伫屏东糖厂的宿舍。迄薪水是无够的。阿公迄阵啊吼，嘛是真拍拼，个想讲，咱像个类似咱即仔的斜杠人生啦，伊个算讲，你时啊嘛着爱阁伫糖厂上班其他的时间吼，个去做一个小生意，卖鸡仔饼卖啥物货安尼。卖牛肉面安尼。对，就是因为一段足长的时间，听阿公讲吼，我未出世，阿母未出世的时阵，阿公捌卖过卖鸡仔饼卖啥，尾仔呢，较去卖牛肉面、水饺，因为因咧外省人吼，较拿手的做馒头、做包仔，做水饺，迄个做牛肉面，个有名的是，咱个招牌是四川担担面。了解。若安尼，母啊，阿公阁有阿嬷的，因是啥物人啊？你敢袂使介绍一下啊？阿公个外省人啊，所以讲的是真腔口真重的外省腔的国语。国语是倒位来？伊是对倒位来？阿公个四川啊。四川人呐，成都市。成都市啊。阿嬷呢是屏东人，标准的台湾人，安尼。所以咱是或者人讲这个做啥？干妈，人讲伊早有一个讲啥物？啥物？伊早有一个称呼，讲外省的配台湾人或者。蚵仔番薯。蚵仔番薯，对，蚵仔番薯。知影要讲啥？对，我伫想袂起来。伊早阮细汉拢互讲，我是蚵仔番薯。蚵仔番薯。若安尼你自细汉时阵啊，伫蚵仔番薯的即种状况之下咧，你是住伫啥物款的语言环境内底咧？咱兜迄个厝里的个沟通真特别，因为呢，阿公伊是标准的外省人嘛，讲标准话伊袂晓，拢普通话伊袂晓讲。对，普通的普通话讲了无好，伊拢讲有腔口的外省话，其实就是国语啦，只是迄腔口真重，足侪人拢听无。阿嬷呢是标准的台湾人嘛，无读啥物册，所以讲基本上伊是讲台语的。毋过嘛真特别因两个结婚了后，会融合嘛，伊阿嬷主位袂晓讲，无啥会晓讲国语，变成互阿公影响了，伊会晓讲国语。所以阿嬷是家己学的，家己学即个华语。喙若诚济了后，个自然因为要沟通嘛，喙若诚济了，个爱沟通，个爱讲话。因为阿公伊用我嘛是讲国语，就是腔口真重的外省话。阿嬷呢？自伊家己本地是讲台语、台湾话，因为嫁外省翁，所以伊嘛变讲国语。只不过伊的国语是甲阿公学的，所以伊的国语是外省腔口，完全是像阿公迄种外省腔。台湾人真趣味个，阿嬷个讲国语，就是若像迄台湾人，会听得出阿嬷是标准台湾人，台湾腔。有淡薄安尼台湾国语安尼是毋是？伊是毋是伊的？你会听得出伊的声音的本质是台湾腔，毋过伊硬要学讲迄种外省腔口迄种国语，个真趣味。变阿嬷计甲阿公讲话的时阵，阿嬷是讲外省腔调的国语，甲阿公配合。毋过有时阵呢，阮厝里迄囡仔也是阮甲阿嬷计讲话，阮嘛是讲台语，甲阿公讲国语。毋过有时阵会变讲阿嬷讲台语。阿公讲国语，嘛是会通阿嬷有时阵种急起来，也是安怎嘛变国语的时阵，就变成两个拢外省腔的国语。听起来不哩好笑呢。所以伫厝里恁拢是安尼去沟通的毋过你知影家庭生活本来就是介自然的啦。你个要安怎讲，只要听有就会使啊。那你自细汉时阵，你是安怎去学？
头一个学的即个母语是算是华语，还是咱的台语咧？足自然的啦，就是双声带嘛。因为你厝里有人讲国语，嘛有人讲台语，自然你就是讲两种语言嘛，两种语言嘛，嘛说拢算我的母语啦。嘿，因为迄个是也免学啊，听久就会晓讲，那像母语共款。所以自细汉就是国语、台语拢会讲。毋过呢，毋过迄个时阵，也是恁即个华语较练转，是毋是？还是一定的啊，因为咱较尾仔就去读册嘛。读册了后，因为迄阵迄个时代，政府是给推广爱讲国语，袂当讲方言。就是迄个时阵咧推实即个国语政策啦。迄阵推广就是讲伫学校内底严格嘅执行你也讲只会当讲国语，袂当讲台语。伊迄阵还是讲方言啦。你若讲方言是有处罚的。啥物处罚的？学校里面。一定是有一寡，比如讲班长啦、风纪股长等等啊，爱来甲记录嘛。若说你无小心、无细记，拄仔讲一个台语还是方言，佫有人会讲，会人记点啊，会去通报啊，会去处罚啦。迄处罚个有时会变来变去啊，大部分会罚钱啦。嘛是有一寡，比如讲，迄阵去罚站啦，还是半蹲啦，拢诸如此类拢有啦。不过就是讲，逐个迄阵会记得妈妈会记得迄阵学校在推广迄个讲国语的时阵是真严格的哦。迄阵政府是无共款。安怎严格？个逐个拢安尼战战兢兢啦，足惊讲无细记拄讲一半句台语，安尼个害啊。所以阮足谨慎的，足谨慎的。所以讲迄阵阮细汉时阵本地真细汉时阵是国语、台语双声带，尾仔呢，因为读国小有6年嘛，6年迄阵其实就是启蒙啊，启蒙教育啊，迄阵6年内底拢讲国语，所以妈妈尾仔变台语无啥会晓讲，因为小学6年介重要啊。透过迄个时阵的教育，去甲恁即个母语的即个习惯、即个惯势来甲伊转过来，变做恁即摆是包含我啦。阮即摆拢是即个讲国语较练转，讲台语咧就爱小可想一下安尼对无？阮迄阵也是因为政府在推广爱讲国语，所以阮伫学校时间真长，拢讲国语，一定是变成国语会较练转，安尼。恁即仔是无共款，即仔的囡仔我嘛感觉足奇怪，明明呢厝里讲台语，毋过呢，即仔的囡仔拢无啥会晓。讲台语，毋知是安怎？这是一个真普遍的社会现象啦。阮迄阵仔是无共，阮迄阵仔是因为政府有在推广国语，安尼，所以讲变成讲，国语拢会较讲了较顺。毋过有的人是一寡是农家子弟啦，是讲因是台湾人的家庭，因倒去到因厝安怎，妈妈都无介清楚啊。好，了解。话阁讲转来。听起来，迄个时阵的语言环境呢是介严格，所以阿母你细汉时阵伫学校内底，老师讲的真严格去控制恁袂使讲台语咧。是啊，迄个时阵，因为政府有个规定，所以讲当初是迄阵老师嘛会甲阮提醒，严格去执行啦。就是上行下效啊。对啊，因为迄阵迄个时代老师的权真大，所以讲老师也有伫即个学校内底去规定的话，其他的同学伊嘛是一定会安尼批认真严，甚至呢嘛有人会来订购也是检举啊，所以讲伫迄个环境当中逐个拢真细腻，阮也真小心，嘛真惊吓，因为感觉介严重的感觉，所以迄阵拢足惊，真细腻，所以逐个拢讲国语。原来是安尼。就是因为讲安尼，所以讲伫遮尔长的时间内底，拢推广国语嘛，所以妈妈个国语较会练转，台语煞无啥会晓讲，毋过呢，毕业了后出社会了后，咱家去工作嘛，伫即个社会当中拢会晓讲国语，台语较袂练转，
尤其伫南部吼，咱去食头路的时阵哦，会发现讲吼，咱较无迄个亲切感，讲国语较有迄个距离，讲台语较亲切，咱无啥会晓讲台语吼，甲同事之间的即个感觉吼，就感觉较有鼓励啦，所以迄个时阵慢慢就尽量讲台语，来甲同事之间来扭近迄个距离，增加迄个关系安尼，所以讲而且呢，咱工作环境内底因为咱已经出社会啊嘛，会接触到真侪人，普遍逐个拢讲台语嘛。所以你也一个讲台语，一个讲国语，安尼是感觉讲种无法度沟通，所以咱个妈妈母仔慢慢讲台语，讲济了，个慢慢较会晓讲安尼啦。所以嘛是家己哪听哪学安尼。本地我个会晓讲台语啦，只是讲无较练转嘛，所以等于讲是以国语为主啦。台语有时阵个讲安尼，讲台语个会个斗国语啦，无法度讲台语啦。毋过因为工作上的需要慢慢个变讲拢会使啦。你之前我想讲，你之前毋是有甲我讲过，你较早有咧做迄个销售。销售有啊，妈妈的工作尾就是感觉讲做文书拢死薪水嘛，尾妈妈爱趁钱嘛，因为人拢嘛希望讲会当讲提升咱的这个生活的品质嘛，消费能力嘛，所以讲慢慢就感觉讲讲做一寡业务性质的改成薪水有奖金嘛，这时阵就是较需要用到台语来做沟通当然的咯，因为你若做销售的时阵，你会搁碰着一寡婆婆妈妈碰着婆婆妈妈，当然你讲台语，咱毕竟是伫台湾嘛，你伫这个讲台语感觉较亲切。就较想要甲你即个人买物件。当然的咯，人也拢甲你婆婆妈妈拢讲台语，你伫遐讲国语，伊会感觉甲你计上无共世界的。既然安尼母你自细汉到今呢，敢有感受过，就是你伫你身躯顶，因为有两种无共款的文化甲语言，所以咧，伫即两种语言甲文化之间呢，敢有感受过一寡冲击？譬如讲的，就是你的即个语言用法，佮有用词是甲人无共款，也是讲你的即个食食，你的口味甲别人无共款呢？是感觉有小可无共，毋过嘛袂讲差介大，差介济啦。比如讲，阿公是外省人嘛，尤其伊是迄腔口足重的四川人，所以伊有一寡特别的一寡食食安尼，食食甲伊的迄个口头禅也是讲用词啦。譬如讲阿公常常会讲个老子。老子，伊讲话的时阵，会加一句“个老子”，这是啥物意思啊？可能是加重吧，还是讲我的妈啊什么，还是讲天哪，就是加重语气迄种意思吧。就亲像就袂输咱即马少年人的即个我的老天鹅啊，迄种。伊个惯是安尼讲，毋过阮伫外口是毋捌听过人安尼讲，毋过个阿公拢会讲个老子，无就是会讲银是摇的，摇的意思当然是赞嘛。还可以加强语气，讲银是摇的，银是摇的，可以讲咔咔果果，这啥物意思？咔咔果果就是在角落啊，阿公可以讲那个东西会不会放在咔咔果果啊？就讲迄物敢会是落伫个角落某一个所在的意思。无个有讲蓝娃娃啦，蓝娃娃是啥？个即个囡仔较想要毋食囝安尼啊，毋食囝对啊，意思啦，个蓝娃娃嘿。听众朋友啊，咱即马会开始咱不专业四川语教学。因为我虽然听济，我嘛毋知影啥物意思，毋过大概会去揣测。蓝娃娃讲我小搞囡仔，就是对阿公学来安尼。因为阿公常常讲迄个299是蓝娃娃，因为逐工拢伫外口混啊、佚佗啊，安尼啊蓝娃娃。就是伫四川遐的用法，语言用法。阮当时听着阿公拢会讲这啦，听久的惯势啊。食食方面呢，因为阿公是标准的四川人嘛，伊来到台湾，虽然讲这是伊的第二故乡，食食嘛食几啊十年，毋过阿公是袂改变的。伊感觉台湾菜台湾料理就是比
较偏甜。哦，对对对，咱的遮的口味就是有淡薄仔甜啊，你尤其伊搁选即个南部的所在，落火车无较紧落。对，啊，所以讲伊虽然讲伫台湾遐尔啊久吼，毋过伊并无改变伊的习惯，嘿啊饮食习惯，伊家是迄甜的吼，伊袂当无法度食。只要是讲台湾料理内底偏甜的，伊拢袂爱食，伊就是家己的煮，吼，啊煮伊爱食的四川辣的口味，吼，啊比如讲伊嘛是台湾的烟肠，伊个食袂惯势。台湾烟肠偏甜啊，哦，偏甜，甜甜的啊。四川的烟肠，敢有啥物无共哦，款啊？阿公逐年哦，过年一定爱去买迄吼，迄本来是家己做尾仔吼，拢无用，啊个买人迄道地的吼，外省香肠、腊肉啊、腊肠，啊个较咸，啊袂甜，啊毋过伊有一种独特的香气，啊嘛真好食。吼啊，阿嬷伊是台湾人嘛，阿嬷爱食的料理吼偏甜。偏甜。嘿，啊，所以阮即个厝邻吼，拢有两种口味。阿公为着咱家己爱食，伊拢会加辣椒，也是讲厝邻过年有两种烟肠。一种是外省的香肠，加腊肉，一盘，啊，另外一盘就是台湾烟肠，配蒜头，对，所以厝邻会饮食会有两派。哦。嘿，安尼啊，所以讲阮即个细汉呢，也有食外省菜嘛，有食台湾料理。啊，食久其实你拢会习惯啦，因为这是生活的能力嘛，你会去互影响，啊，你嘛会去适应，啊，毋过妈妈是较偏向吼，较爱食外省料理啦。哦，就是较咸嘛。香料嘛无共款。对，爱微辣啊，啊，较袂爱食伤甜啦。所以妈妈你即摆就是两种去融合，两种拢会使去接受。是啊，所以讲我的口味变拢会当接受啦。阿公无共款，阿公一定是甜的伊无爱。阿嬷呢，伊嘛变讲两种拢会使啦。所以我感觉较像女生的那种适应力较强呢。颠倒是阿嬷去配合阿公啦。对，啊，伊当然阿嬷是保留伊家己本身的喜好啦。啊，毋过伊嘛当接受阿公伊的各方面饮食啊，包括伊迄个语言呐。啊，毋过阿公伊嘛是原来的他。有家己的坚持就对啊。阿公伫台湾六七十年，伊嘛是袂晓讲台语啊。阿嬷呢，人嫁阿公了，人个变袂晓讲国语，变成伊讲外省国语。哦，外省国语。嘿，所以伊是变讲伊适应阿公，改变自己。阿公嘛是原来的他。袂输即摆有。即摆有一寡迄个厝里的士大人，介侪家庭厝里的士大人啊，嘛是安尼啊，就是囡仔生出来了后呢，拢是讲华语，也毋过咧，因煞会去配合，就是惊因孙啊，因囝啊听无啊，所以会配合家己咧去学即个华语，互即个囡孙听有啦。是啊。好啊，时间来到最后呢，妈妈你讲有啥物话是想要讲互咱即个频道的观众朋友？或者是互迄寡想要家己学台语，啊，或者是感觉家己伤晚去接触到台语，伤晚去学台语的台语学习者咧。其实吼，咱咧讲台语吼，无啥物撇步啦。因为妈妈感觉吼，即仔咱台湾囡仔吼，普遍的现象就是，因拢听有，啊，毋过袂晓讲。啊，其实毋是袂晓讲，是因无愿意开口，我爱开喙去讲。啊，你讲迄个语言吼，就是爱多说，啊，你也无爱讲，你无开口，啊，你就袂进步。啊，所以讲你只要愿意讲，愿意开口，啊，咱其实拢无难。所以我是感觉讲，听因无啥物问题，啊，只是讲，多开口多讲，语言就是安尼。啊，所以我感觉讲，无论讲是你袂晓讲，或者是讲你讲了无好，只是会晓听，拢袂要紧。你只要愿意学习，愿意学，学就是安怎呢？无啥物撇步，就是爱开口，你爱讲，爱加练习，加练习加讲，毋免歹势，有人会惊歹势，有人是个惯势，所以讲你家己心理上爱愿意开喙，愿意学习，对，无咧，咱其实要学台语吼，伫即个台湾的即个环境当中，其实是真容易的，因为要学。语言吼，就是爱有迄个环境，你直直听会到嘛，会当有迄个练习的机会。接下来呢，就是你愿意开口，
愿意讲，愿意开口，其实呢，讲句就是你的啊啦。哦，讲句就是你的啊，听到啊无？听到啊袂啊，观众朋友，就是爱加练习、加听、加讲，免惊歹势，安尼讲句的就是你的啊。是啊。好，那安尼今仔日的爆米香呢，就先到这。最后呢，我想要来邀请母啊，你敢袂使甲我做伙，甲咱频道的观众朋友、听众朋友来说一声再会呢？好啊。好，那安尼今仔日的爆米香来卫生，咱后届再会。